也可以藏得掉，对，也没有那么。怎么可能？很难藏。来，视线下面哦。看一下左手边。光穿衣服，女生就比男生辛苦多了。对啊，女生一定要穿的比较紧一点，让身材看起来好一点。然后，对啊，然后胸罩啦，它都磨到肌疹子了。对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有钢丝，然后钢圈，然后我后来也知道，其实女生很容易骗人的，因为我也可以挤出乳沟。对，他根本他说再平的都可以挤出乳沟。我用了2层，一边用了2层的 New Bra， 然后再加胸垫。然后就往中间一夹，肉一挤勾就有了。因为我有问导演，我说导演你会怎么拍？导演说我从你背部拍。他背部拍，我说那你会拍到多 close？ 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到时候可能剪接的时候我可以再推嘛或者什么。我说好，那我还是保险一点啊，因为我觉得她必须要是一个女人的状态。如果我是 Andy 的话，一定要干净啊，这个是女生最基本的自己的要求嘛。比如说腋毛或腿毛啊，尤其我去就是我开场的那一套衣服，我那一套衣服也是连了好几天。哦，很贴身，雕的那一种，因为很贴身，所以有些突出是不是要处理掉？也可以藏得掉，对，也没有那么。怎么可能？很难藏我相信。他说的是我的钱包，因为我没有带钱包的习惯，钱皮包太大。有一个长皮夹跟2个小零钱袋。还是有技巧，对，还是有技巧。别人都有分享说是用护膝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护膝不就更大一大哦？全裸那一个靠。用护膝遮贴住那样。老板你不知道啊，他们本来帮我找到一个大概只能装奶鸡的一个小网袋，我想说这个要遮什么？他说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穿帮。我说是，但是在前面要有椰子壳，对嘛，也不从后面怎么拍也不能穿帮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锅子让我有安全感？对，我觉得这是安全感。后来我就自己，有一天我自己空班，我就到处去马来西亚的迪卡侬，我就到处去找可以适合的，就是对。后来我找了护膝，然后12人帐篷才遮得住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